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7日，咱做伙来读《列王记》下卷第22章到第2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2章，约西亚坐位的时8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1年。伊的老母叫做亚底大，是波斯加人阿大雅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最好的事，行伊的祖先大笔的路，无偏做偏友。约西亚王第18年，伊派米苏兰的孙阿撒尼亚的囝书记沙番去上主的殿，吩咐伊讲：你去见大祭司迄个家，请伊将圣殿门口的守卫对人民收来，带入上主圣殿遐的文，点算清楚，交予管理上主圣殿的人，予因转交上主殿内的工人，就是做木师傅、建筑工人、甲涂水师傅，去买材料甲价经会少，通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。毋过，毋免甲还工钱的人对笑，因为因做代志诚实。大祭司迄个家对书记沙番讲：我伫上主圣殿内面发现一卷律法的册。迄个家将册交予沙番，沙番就读迄卷册。书记沙番去见王，回复王讲：你的仆人已经将殿内的文拼出来，交予管理上主圣殿的人。书记沙番阁对王讲：大祭司迄个家有摕一卷册予我。沙番就伫王的面前大声读迄卷册。王听到律法师的话，就拆离伊的衫。王吩咐大祭司是个家沙番的囝阿希甘、米该亚的囝阿吉波，书记沙番甲王的元神阿撒雅讲：恁去为我甲全体犹太人民，将所发现即卷册的话请问上主，因为咱的祖先无听探即卷册的话，无照所记载对咱的教示去做，所以上主对咱发大生气。对安尼，大祭司迄个家甲阿希甘、阿吉波、沙番、阿撒雅做伙去见女先知何勒代，伊是管理礼服迄个沙龙的某。沙龙是阿尼亚斯的孙，铁瓦的囝。何勒代住伫耶路撒冷新的城区，因甲伊请教。伊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恁去回复找恁来见我的人，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照犹大王所读迄卷册的话，讲在伫即个所在甲遮的居民，因为因气煞我，甲别个神明烧香，用因的所做叫我生气，所以我对即个所在发大生气，无煞。毋过，找恁来请问上主的犹大王，恁着安尼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听着，我要互即个所在塌方，互遮的居民受咒诅，你就忏悔，伫上主面前谦卑，搁拆离衫，伫我的面前提靠。我有听到上主讲，所以我要互你平安离开世间，转去你的列祖遐。你袂看到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一切的灾祸。因就倒去，将这话对王回复。
第23章，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政长了，王上去上主的殿。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、祭司、先知甲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大小，嘛拢上去。王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读互因听。王徛伫条边，伫上主的面前立约，要专心全意顺坦上主，遵守伊的诫命、教示甲规例，实行即贯册所写立约的话。人民嘛拢决心要遵守即个约。王命令大祭司希勒家、副祭司甲圣殿的守卫，将巴力、阿瑟拉甲天顶的万象所造的器具，拢对上主的殿搬出去，伫耶路撒冷外面吉伦溪谷的山坪放火烧，佮将火斧摒伫伯特利。以前犹大列王所设立的祭司，就是伫犹大遐城甲耶路撒冷四围的山头段烧香拜偶像，巴力烧香拜日月星神，以及天顶万象的祭司。约西亚王拢甲因废除。伊阁甲阿瑟拉女神的雕像对上主的圣殿搬出去，到耶路撒冷外面的吉伦溪谷，伫遐放火烧，堆做火斧，将遐的火斧压伫人民的公墓，佮拆毁上主殿内南窗的厝，就是妇女为着阿瑟拉编织物件的所在。约西亚对加巴到伯示巴，将犹大逐个城的祭司调来耶路撒冷，破坏遐的祭司烧香的山头段。伊阁拆毁约书亚市长所起拜山羊鬼的庙，这个庙伫入城门的倒边。毋过山头段的祭司无伫耶路撒冷上主的坛服侍，只有会当甲其他的祭司食无夹饼。约西亚阁破坏伫金轮主山谷的多维德庙，遮免人伫遐烧因的囝、查某囝献互摩洛。伊阁将犹大的王献互日头遐的马刷走，烧毁献互日头的战车。这马本来下伫上主圣殿的门边，瓦郡太监拿单米勒的厝。犹大的王伫阿哈斯王宫厝顶所起的祭坛，甲马拉西伫上主圣殿两个亭所起的祭坛，约西亚拢甲因毁坏、讲碎，将遐个油的摒伫吉伦溪谷。以前以色列王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东边，伫菲别山的南边，为着服侍西顿人可恶的阿斯塔略、摩押人可恶的基抹、阿文人可恶的摩洛所起的山头坛，约西亚王拢甲因破坏。伊阁毁坏石条，测阿瑟拉的雕像，用死人的骨头甲遐个所在吞没。约西亚破坏伯特利的祭坛，就是尼八的囝耶罗波安所起。以色列犯罪的山头坛，甲祭坛甲山头坛讲甲碎碎，阁烧阿瑟拉雕像。伊越头看到山呢遐个梦，就派人去摕梦内的骨头，点大顶烧，拍拉三祭坛，拄拄应验以前耶罗波安伫这期徛伫大边的时，上帝中央的人所宣告上主的话。约西亚阁越头看到宣告遐个话，迄个上帝中央的人的梦。约西亚问：我看到的是甚物人的梦牌？
迄个城诶人对伊讲，这是上帝重用诶人诶梦。伊对犹大来有言王拄则攻击伯特利诶弹诶代志。伊讲，莫甲叮当，毋通刷伊诶骨头，因就无去动伊诶骨头，嘛无动着对撒玛利亚来迄个先知诶骨头。以前以色列诶王伫撒玛利亚逐个城去山头弹叫上主受气。现在约西亚亲像伊伫伯特利所做诶，将遐个拢毁坏，搁伫坛顶杀死所有山头弹诶祭司，伫坛顶烧人诶骨头。后来伊倒去耶路撒冷，王命令全国人民讲，着照即个约书诶记载，守半过节，服侍上主，恁诶上帝。对士师治理以色列到以色列甲犹大的王统治诶时，因要毋捌亲像安尼守半过节。只有到约书亚王第18年，才伫耶路撒冷上主守即个半过节。犹大地甲耶路撒冷所有看望诶，甲当机倒头、偶像甲家族身上，以及一切可恶诶物，约西亚拢甲因除掉，照大祭司是个家伫上主诶殿所发现诶律法书所记载诶话去做。伫约西亚以前，无王亲像伊全心全意全力归向上主，遵行摩西所有诶律法。伫以后嘛无有一个王亲像伊。毋过，因为马拉西诶所做有激上主生气，上主无停止伊对犹大所发命令诶大生气。上主讲：我要将犹大对我诶面前赶走，亲像我捌赶走以色列。我要弃杀我所建即个城耶路撒冷，甲即间圣殿，就是我捌记伊讲，我诶名应该伫遐受敬奉诶所在。约西亚其他诶事迹甲伊诶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。约西亚在位诶时，埃及王法老尼哥上诱发列底河，帮战亚述王。约西亚王出去迎战，埃及王伫米吉多甲约西亚交战，伫遐甲约西亚杀死。伊诶元神用车载伊诶尸体，对米吉多送倒去耶路撒冷，将伊安葬伫伊家己诶墓。犹大诶人民用油抹约西亚诶囝约哈斯，设立伊做王，续接伊诶老爸。约哈斯继位诶时23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月日久。伊诶老母叫做哈伯塔，是利巴人亚利米诶查某囝。约哈斯做上主看做歹诶事，照伊诶祖先诶所做去做。法老尼哥将伊关伫哈马地诶利比拉，不准伊伫耶路撒冷做王，搁罚犹大国金34公斤，银3400公斤。埃及王尼哥设立约西亚诶囝伊利阿敬，续接伊诶老爸约西亚做王，甲伊改名做约雅敬，搁甲约哈斯掠去埃及，伊就死伫遐。约雅敬照埃及王诶命令，将金甲银交互伊。约雅敬对全国人民照因诶财力征收金银，交互埃及王尼哥。约雅敬继位诶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
伊的老母叫做谢布代，是罗马人比代亚的查某囝。约雅敬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伊的祖先的所做去做。第24章，约雅敬在位的时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侵犯犹大。约雅敬服侍伊3年，后来煞背叛伊。上主派巴比伦、叙利亚、摩押甲阿门的游击队来攻击约雅敬，佮找因攻击犹大，要甲因毁灭。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正先知所讲的话，这个事临到犹大，实在是出自上主的命令，要将犹大的人民对伊的面前赶走。这拢是因为马拉西所犯一切的罪。伊杀无辜的人，互耶路撒冷四界拢是因的火。这个罪，上主毋肯赦免。约雅敬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的王史。约雅敬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约雅斤煞接伊做王。埃及王无阁出兵攻击外国。因为伊所管的地，对埃及边界到幼发勒底河，拢互巴比伦王抢去。约雅斤在位的时18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。伊的老母叫做尼互西他，是耶路撒冷人伊利拿单的查某囝。约雅斤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伊老爸的所做去做。迄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人人神上来耶路撒冷围困迄个城。当伊的人神围困城的时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嘛亲身上来。犹大王约雅斤甲伊的老母人神将领官员拢出城，巴比伦王投降。巴比伦王将约雅斤抓起来。迄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第8年。巴比伦王阁将上主殿内甲王宫的宝物拢对遐摕去，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上主殿内的金器拢拔落来。拄照上主所讲的话，伊将耶路撒冷的人民、正首领甲所有强猛的勇士共1万人，连所有的做目师傅甲拍铁师傅嘛拢掠去，只有留国内上丧凶的人。伊将约雅斤甲伊的老母、嫔妃、官员、国内的贵族，拢对耶路撒冷掠到巴比伦。伊阁将7000个会交战的勇士，以及1000个做目师傅甲拍铁师傅，拢掠去巴比伦。巴比伦王设立约雅斤的阿叔马塔尼煞接做王，甲马塔尼换名做谢底加。谢底加在位的时21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伊的老母叫做哈莫他，是利拿人亚利米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约雅敬的所做去做。耶路撒冷甲犹大发生这的事，是因为上主发生气，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。谢底加背叛巴比伦王。第25章，谢底加统治第9年10月初10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伫城的对面集营，搁伫四围做土堆攻城，城受围困，一直到谢底加王第11年4月初9，城内饥荒真严重，居民拢无米通食，城受攻破，
所有的兵士透明对王宫飞黄附军，两个城墙中间的门迄条路逃走。巴比伦军队要伫四围攻城的时，王往阿拉巴的方向逃走。巴比伦的军兵追入西底家王，伫耶利哥的边缘入着伊，伊的全军拢气杀伊四散。巴比伦的军兵掠着西底家，甲伊掠去伫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遐，伫遐受审判。因杀死西底家的囝，互伊亲目看着，佮挖伊两蕊目睭，用铁链甲伊连带，带去巴比伦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5月初7，巴比伦王的元神侍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，用火烧上主的圣殿、王宫，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厝，以及所有贵族的厝，所有对侍卫长的巴比伦军兵，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拢拆毁。迄时，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留伫城内所剩的人民，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，以及所剩的人拢掠去。毋过，侍卫长有留一寡上爽香的，互因伫泡汤园甲田园种植。巴比伦人将上主殿内的铜条、分座甲铜海拢拍破，将遐个铜运去巴比伦。伊嘛将鼎、托仔、中心的家刀、放香的撇仔，甲圣殿所有铜的器具拢搬去，放火炭的盆、盘，所有金器的金、银器的银，侍卫长拢摕去，佮将所罗门王为上主的殿所造两支条，一个东海甲遐个分座带去。这个器具的铜做甲袂称得。这两支条相款，每一支悬8公尺，顶面有铜的条斗，条斗悬1公尺30公分，条斗的周围有铜做的网仔甲射流。侍卫长尼布撒拉旦掠大祭司谢莱亚、副祭司西番雅，甲3个圣殿门口的守卫，佮对城内掠一个官兵的官员，王的5个亲信，甲节目兵士的副指挥官，以及伫城内拄着的60个国民。侍卫长将这个人带去伫利比拉的巴比伦遐。巴比伦王伫哈马地区的利比拉拢甲因杀死。安尼，犹大的人民受掠离开因本地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立沙番的孙阿希甘的囝以大利做总督，伫咧无互尼布甲尼撒王掠去，留伫犹大所剩的人民、正军官甲属因的兵士，听去巴比伦王设立意大利管辖因。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、加林阿的囝约哈南、尼德法人、丹何莫的囝谢莱雅、马加人的囝亚萨尼亚，甲属因的兵士，就拢来米苏巴见基大利。基大利对因甲属因的兵士就抓讲：恁毋免惊巴比伦的官员，恁通安心住伫即块土地，服侍巴比伦王，恁就会平安无事。迄年的7月，王亲伊利沙玛的孙尼探雅
的囝伊什玛利，带10个人来米斯巴，开始期待你，佮开始甲伊做伙犹太人甲巴比伦人。对安尼，所有人无论大细，甲遐个军官，因为惊巴比伦人，就拢逃走去埃及。巴比伦王伊米勒达，伫伊继位迄年，就是犹大王约雅斤受掠了后第37年12月27日，特写犹大王约雅斤放伊出家，佮用好话安慰伊，互伊比受掠伫巴比伦其他国家的王有较悬的地位。约雅斤褪去家内所穿的衫，一世人甲巴比伦王做伙食。约雅斤活地时，巴比伦王赏赐伊所需要的生活费用。咱今查的圣经节伫列王记下卷第22章到第25章。